以我血肉奉为牺牲。可是这法宝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我来与你告别。你要回万都门了？替你爹去找玄火剑。玄火剑乃是我派复活兽神的成败关键。身为我派弟子，自是责无旁贷。哎，玄火剑在哪儿啊？于都。于都。这名字好熟悉啊。哎呀，我怎么记不清了？别想了，你爹不会同意的。怕什么呀？我去跟我爹说。你先别走，在这儿等着我。哎，哪儿都不许去！爹，我根本就没有受伤嘛。还说你没伤？上次从避火天冰湖回来之后，在家休息了整整1年。秦无言不是去玩的，是去找玄火剑。那个秦无言虽然与咱们同盟，但他毕竟是万都门的人，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外人，我怎么放得下心呢？哦，还有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啊？它为什么会挂在我身上啊？我受伤的时候是不是忘了什么？这是降服炼血汤之后，野狗派人送给你的，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？是吗？野狗送给我的。提升灵力或者护身法宝之类的，你先教我用几天嘛。哎呀，别闹了啊！这法宝不是你能驾驭得了的。你就借我用几天嘛，我又不是不还给你。不是怕你不还给我，我是怕你催不动法宝，反而伤着自己。你教我，我不就会了吗？教？我这忙得每天都胃疼了，我哪有时间教你啊？哦，你胃疼啊？那行，我这正好有胃泰灵药。哎，再说了，我这么冰雪聪明，保证一教就会。乖啊，再聪明也不行，好不好？回去吧啊，别闹。小气鬼，你不教就算了，我这就去找陆姐姐，让她教我，顺便把你以前丢脸的事情全都告诉她。你站住！哎呀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拿着。还记得我教你催动灵力法宝的口诀吗？记得。谢啦，等我法术提高了，我保护你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不去告诉陆姐姐就是了。站住！玄火剑一定是你们偷的，交出来！莫名其妙，别想走！师妹，别闹了。陆师妹，我这师妹不太懂事，让你见笑了，对不起。师兄，你为什么要向他道歉？少说2句。道歉就不必了，没事的话，别再纠缠了。陆师妹，请留步。我有件事想跟你说说。其实并非我师妹诬陷，只
只是之前在胡岐山，张小凡帮助鬼王宗和一6尾狐妖抢夺玄火剑。玄火剑事关重大，万万不能落入魔教之手。即便你我之间有不睦，我想，我们也应该以正道大局为重。所以，请陆师妹劝劝张小凡，把玄火剑交出来。你有什么证据说东西就是我师弟拿的？你们自诩名门弟子，却仰仗法宝欺凌弱小，再者信口雌黄诬陷同道。你们焚香谷就是这样教育弟子的吗？陆雪琪，你们青云门还是先把勾结魔教的事洗清了再说。我师兄礼让你3分，别不识抬举。师妹，好，既然陆师妹这么说，那我也不勉强了。玄火剑之事，我自会查清楚。我只是希望，我们两派之间，不要因鬼王宗而产生下隙。告辞。走，走啊！焚香谷认定你们藏了玄火剑，藏没藏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我要是拿了玄火剑，我还待这儿干嘛？我是真不知道啊。我拿玄火剑干嘛呀？你之前帮鬼王宗抢过玄火剑，如今丢失了，难脱嫌疑。李玄以此事质问我，我无法反驳。师弟，你老实告诉我，鬼王宗为什么要抢玄火剑？那6尾狐妖到底是什么？师姐，6尾虽然是个狐妖，可他从来没有做过坏事，他还曾经救过我的性命。当日他被李寻追杀，我便施以援手。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在抢玄火剑，我也不知道玄火剑是什么。那天之后，我便被囚禁了。是朱雀圣使幽姬把我给放出来的。那魔教圣使为什么要放你出来？雪琴，你问这个问的有点过分了。难道你想让小凡一直被关着？师弟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师姐，我知道，是碧瑶向幽姬求情，所以我才得以脱身。我知道，你跟碧瑶几番生死共历，牵绊甚多。然而正魔殊途，你跟他之间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没有怎么想，也不能怎么想。我相信小凡分得清私情和大义。似乎有人催动玄火剑，分头去找，快！拿着。还记得我教你那个催动灵力法宝的口诀吧？记得。谢了，等我法术提高了，我保护你啊！走了。什么鬼法宝？这么难去的？什么见鬼的法宝？小妹妹，你再不放手的话，你的手可就不保了。你是谁啊？快放开我！叔叔！住手！你干什么？大叔叔，你快救我！大叔叔！疼，轻点，疼。那白衣女贼会不会是鬼王宗，或者是其他魔教之人？
不是碧瑶，也不是之前交过手的。我不管他是交过手还是交过脚的，谁抢走了我孙女，我就跟谁拼命。周爷爷，周爷爷，周爷爷，您先别急。这个白衣女贼不知何来路，但是她把小环带走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。小环应该暂时没事。暂时没事，那之后呢？以后怎么办？小环从小长这么大，一直跟我在一起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她第一次一个人出这么远的门，要让个人给看我。哎，周爷爷，你不要着急啊，你先坐啊。我得去，你听我说，小环啊，肯定会安全的。她那么聪明，又开了天眼，她连野狗都对付了，一个女贼还对付不了吗？再说了，她身上有我的法宝，肯定会没事的。是啊，我们这就去救小环，一定能把她带回来。曾叔叔。我早就知道是你把玄火剑藏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放开他！先放手，有话好好说。要不是你私藏玄火剑，小环怎么会被人劫走？更糟糕的是，我现在不知道玄火剑去了哪里。人比法宝重要，我们自然会去找回来。哼，东西肯定是你们拿的，都在演戏给我看是吧？怎么找啊？李寻，不要血口喷人，叔叔现在比你更着急。总之，我们一定说到做到，我们会把小环找回来的，到时候一并把你的玄火剑带回来。好，这是你说的啊！到时候找不回来，我唯你们是问。好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再啰里吧嗦的了。事已至此，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个女贼的去向。玄火剑是你们焚香谷的法宝，难道没有追踪的办法吗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我们焚香谷火系法术可以借日出天地之气交汇之时查找线索，等天一亮我就施法，一定要追查到玄火剑的下落。我跟你们去。哎呀，周一起去。你不要冲动啊，不要冲动。我们几个去就好了，一定能把小环平安的救回来。一定把小环给我带回来。一定带回来，周爷爷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余都不能没有人坐镇，您就好好在这待着就行了。我坐镇，坐镇。那你们赶紧去吧。赶紧去啊！去啊！好。找到了，在西北方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出发吧。宗主，碧瑶留了一封信，说是跟秦无言去找玄火剑了。这孩子真是任性的可以。我去把他找回来。不必了，青龙和秦无言素有些交情，秦无言不敢对碧瑶怎么样。你把青龙找来，让他去保护便是。你信不过我，是因为我之前放走了张小凡。自然不是，还有另外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。笨蛋傻瓜，亏你还是什么青云弟子，学的什么仙法呀？人家1、2招就把你打成黑炭了。他的脸不会是破相了吧？难道真的是好人不长命吗？我爷爷也是，老天爷，真的好人不长命啊！老天爷，你怎么不长眼呀？别再叫了，我并没有杀他，我只是烫伤了他。给他点教训。真的啊？我杀他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只不过是想要玄火剑而已。哎，白衣姐姐，我跟你打个商量呗，玄火剑你拿去，你放我走好不好？放你走？
孩儿，你带人来抓我吗？啊，不会不会，其实那个东西在我们手里也没什么用，都是焚香谷的人拿着它狐假虎威、横行霸道的。姐姐你这么漂亮又有气质，肯定是菩萨心肠。那个东西在姐姐手里，肯定比在他们手里好太多了。而且姐姐法术那么高强，早该前几日就从艳红手里拿走，顺便教训教训那个恶婆娘。闭嘴！你说了一路了，不烦吗？你要是嫌我烦，你就放我走呗。再说了，你带着我，飞又飞不久，跑又跑不快的。这万一要是李寻过来了，那玄火箭肯定又要被他抢走了。况且啊，我还听说好多人都想要这个玄火箭呢。你要再说话的话，我就把你的嘴给堵上。那好吧。姐姐，你有喝的吗？我好渴呀。姐姐，你那么瘦，你肯定不爱吃饭。我和你可不一样，我一顿饭不吃，我就饿得头晕眼花、肚子疼的。姐姐，我只要再不吃饭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你别啰嗦了，我到周围找找看，看看有没有能吃的东西。不过我警告你，不许给我耍花样。你要是敢逃走，啊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姐姐，我又不会武功，我肯定逃不走的。小凡哥哥、叔叔，你们一定要赶紧来救我，不然我就要被烧成炭灰了。怎么样？算出你的宝贝孙女去哪儿了吗？你反正管不着，自家孙女的事不劳外人挂怀。是想保护曾叔叔了？跟小环一样，谁要是动叔叔和于都，我就跟谁拼命，也算是还魏老头一个人情吧。不用那么紧张。于都经此重挫，灵气早已今非昔比了。你是来找天地明石的吧？既然不关乎正邪之事，你干嘛打听我的来意啊？玄火箭，是你搞的鬼吧？
小环被劫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不是我，你个老东西想到哪儿去了？你那个宝贝孙女啊，五行灵体，天赋异禀，不会出问题的。等她回来，我还想收她为徒呢。我告诉你，小环是不会加入魔教的，你趁早离她远点。我还会为难一个小辈吗？唉，能不能当成师徒，就看我们有没有缘法了。活了这么久，你总该知道，这世间有些事早已天定，切不可做一些逆天之事啊。此次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月再能相见，保重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你。这个地方我之前好像来过。当时你在避火天冰湖受伤的时候，是我把你带回来的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曾在这里歇过脚。是吗？啊，刚刚得到鬼先生的消息，让我在这儿接应少主和秦公子。二位请。你是谁？少主不认识我？哦，野狗是炼血堂的人，如今已归顺鬼王宗了。哦，走吧。碧瑶已将往事全部忘记，若因为你说错话再被想起来，鬼王定会治罪于你。这是小环留下的记号，说明他暂时没有危险，还指明了他们去的是西北方。和我推测的一样，既然方向没有错，赶快追吧。朝西北方向走，跨过这座山，就是大漠沙海了。应该没有魔教的据点才对。那个女贼到底是谁呀？雪琪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太累了？是啊，师姐，要不先找一个客栈休息一下，明天再继续赶路吧。不必了，赶路吧。我特意准备了您爱喝的茶，还有桂花糕。哎，您尝尝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？我也是听鬼先生以前说起过。哦，有心了。是你通知胡岐山，李寻带玄火剑来了于都。哦，之前鬼先生命我留在义庄，继续打探于都城里的消息。不过前2天，焚香谷的弟子燕红和张小凡他们起了争执，竟然把玄火剑给弄丢了。这么重要的法宝居然会弄丢，那现在可有下落？我听说，先是被周小环给拿去了，后来又被一个女贼盯上了，抢跑了，而且把小环一并掳走了。现在张小凡、曾叔叔还有李寻他们，已经往西北方向追去了。这个消息我已经回禀了胡岐山了。周小环、张小凡。哦，他们是青云弟子，处处与我们敌对。哦，那我们准备一下，马上去追吧。好。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也许是跟少主有缘吧。野狗长得不好看，自从炼血堂败落之后，就更像一个丧家之犬了，谁都瞧不起俺。承蒙少主看得起，
从此以后，野狗鞍前马后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快起来！多谢少主。我的属下谁敢看不起呀？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哎，少主，你要小心秦无言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，姐姐？你拐我也没用啊，又不能撑进麦了。再说我又不会武功，这茫茫大漠，漫漫长夜的，这万一遇到歹徒，我还得给你拖后腿。万一遇到歹徒，你以为我会救你吗？姐姐不是坏人，自然不会见死不救啦。来，留着你还有用，别乱想。姐姐，你真厉害，和我爷爷一样，不管走到哪儿都能找到好吃的。你跟你爷爷关系很好吗？是啊，我出生没多久就没了爹娘，2、3岁时就跟着爷爷过着走南闯北的生活。唉，走了这么多天，爷爷找不到我，一定急死了。难怪，看你这么大大咧咧的样子，也不似千金大小姐。哈，我哪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啊！我从小就跟着爷爷漂泊四方，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。我经常问爷爷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知道吗？爷爷每次都会跟我说，人这一生啊，要走很长的路。可是今天呢，又不知道明天的路，所以等到明天天亮了，自然就知道路在哪里了。这种颠沛流离、不处栖身的日子，小小年纪，你不会觉得苦，不会怨吗？我不觉得苦啊。虽然我从小就没了父母，可是我的爷爷很疼我的，他带我去过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，经历过很多有趣的事情，还遇到过很多很多好玩的人呢。其实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，以前有魏爷爷和爷爷，现在还多了一个小凡哥哥和曾叔叔，还有金瓶儿姐姐，他们都对我很好的。你倒是挺容易满足的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大漠呢，能看到这么美的星空，吃到这么香的烤红薯，你说谁还能有我幸运啊？哎，对了，姐姐，你知道我还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有一次，我跟爷爷在树林里迷了路，然后我们就看到一只会跑的蘑菇，然后我就跟爷爷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给。桂花糕。这一路荒凉，我怕你会饿着，特意从义庄带了些出来。青龙大哥说，你跟他一起到总坛学功法的时候，你总是饿着，像饿死鬼一样。
总是吃不饱还偷吃。这个青龙，到底抖了我多少丑事啊？他就只有你一个兄弟吗？总是牵肠挂肚的，怕你在万毒门饿着。我拜入万毒门15年，从来就没吃饱过。第一个5年在毒蛇谷里度过，那里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小孩，每天用我们的鲜血供毒物吞噬，以炼血骨。后来慢慢的，他们都死了，只剩下我还活着。第二个5年，师父送我去总坛练习功法，那里荒无人烟，可吃的寥寥。我那时个子小，其他人都看不起我，只有青龙把他的口粮分给我。那个傻大哥，青龙大哥才不傻呢，他是善良。你不也总是偷吃的给他吃吗？听说还差点被打死。我是因为他是青龙圣使，故意讨好他。你只是不想欠人人情吧？上一个欠的是毒神，所以就把一辈子还给他了。那最后那5年呢？最后那5年，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有时候甚至忘记了自己本来的身份。只是有些事情，哪怕是刻意忘掉，也不能够。该来的还是会来。怎么了？吓我一跳啊你！我好像听到碧瑶的金铃声了。啊？没有啊，幻听了吧？小凡，你是不是跟他断干净了？要不然的话，你不会轻易离开呼吸山的吧？我们只是朋友而已。只是朋友？只是朋友。真的？有一次啊。周老爷子跟我和小环开玩笑，说这缘分啊，都是3生石上早就定好了的。也不知道上辈子是你欠他的，还是他欠你的，每一次都要舍命来还。不管是谁欠谁的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等找到小环，接到师父的消息，我就马上回京。姐姐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要不然你自个儿走吧。哎，继续走，留在这儿你会死。死我也走不动了，我没有修为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姐姐。歇会儿，我们继续赶路吧。姐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的故乡。故乡？
姐姐，你是妖怪吗？你看出来了？你不害怕？当然不害怕了，我和爷爷也认识不少妖怪的。我是活了几百年的妖，留你性命，是待我饿的时候吃了你。姐姐骗人，你的眼睛这么美，你一定不会吃我的。眼睛美，就不会吃人了？我跟爷爷算命看相，耳濡目染，自然我也会看一些。那你说说，你还看出些什么来了？我看出，姐姐心里有牵挂的人，你牵挂着那个人，所以你才经常神不守舍。你急着赶路，就是想快点回到他的身边。你很担心他，所以你才经常眉头紧锁。姐姐，你说我算的对不对？你这丫头。怎么回事啊？找不到记号了。这里风沙太大了，风把记号都掩盖了。小环应该是走到沙漠深处了。沙海茫茫的，简直是大海捞针。咱们还是御剑分头找吧。我往东，叔叔你往北，师姐你往西。我不去。雪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们还是一起走吧。师姐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这一路以来都不大对劲。雪琪，哎，小心啊！还不滚！滚！雪琪，穷寇莫追。雪琪，多谢几位大侠出手相救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乃我辈本分。哦，你们的人都没事吧？啊，人都没事，东西也没丢，真是多亏了几位大侠。只是我有一事不明，你们这手无寸铁的，既不会武功，也不会法术，为什么会走到这大漠里来？啊，我们几个同乡一起去中原购货，本想走这里啊，抄个近路，省点时间，早日返乡。可谁想到竟遇到马匪，若不是遇到几位少侠，就算侥幸逃命，可能这些货物也不保了。没了这些货物，我们几家老小可真是要去喝西北风了。
那现在你们没事了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啊，少侠留步。你看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车里还有很多食物，留下来吃口东西，明日再走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呢就不打扰了。恩人，你看，走出这沙漠还需要好几日时间，吃些东西，喝些水，再走也来得及啊。对啊，不如休息一会儿吧。我看陆师姐气色不太好，可能是累了。好吧，那就有劳了。恩人，别客气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。寂寞，谈昨日怎么只剩轮廓？难断的情愫，眸中的淡薄，一场梦，谁都无法触摸。我醉在尘世中，恍然若梦，睁开眼时。情烧了火。